share screen。好来，好，好，开始读吼。好，迄食物着搁想一项，食物入喙内着喙内喙内好，爱变调好。食物入喙内着认真保护油落去巴肚嘿，落去巴肚才快消。好，了解。对安尼就通知影，喙齿是真着照顾，真着照顾。真着照顾，真着照顾哦，是真着照顾啊！这个真着照顾，着爱照顾的意思，敢是？喙齿着真着照顾。好，咱的人会喙齿真快就快乐。快就甲拉是啥物意思？快就是手机decade。哦，好好就。快落就是落到规个。哦，落到落去。好啊，这个就我来记起来，记一个就。哦，了解就是哦。就气嘛。所以讲就气就是华语讲的迄个蛀牙。对，敢是这好，这个我来记。就气。唔知影进前，我竟然拢无听过这个词，听的伤少啊。就气就气哦，好，真快就快乐，好，继续好。这拢是对未晓照顾所致的。照看唔捌洗喙的人是真济。喙若无逐日若无逐日洗，所食的物会掉伫气花就是牙床哦，了解。基本上安怎讲牙肉吼。哦，好。气花。好，我来。对，迄个咱看这个牙肉，免怎讲啊？牙床、牙龈，花就是爆花。爆花。免怎讲皮房啊。哦，对，了解。哦，对，海干啊，河的迄个花。对，大河边有迄个皮房吼，拢叫做爆花。有。迄个喙齿就若敢若喙齿牙床就若敢若爆花啥款，但对讲台语人，伊用这种用这个词吼去形容迄个这个所在这个部位啦吼，叫做气花。了解。喙齿花，有些人讲。喙齿花，好，了解。好啊，好，过来雕伫气花，喙齿对安尼就快乐，了解。那安尼喙内味实在是无好，喙若剔开也是无雅气。好，了解。应该是安尼读，喙若剔开也是无雅气。喙是无变调是喙若剔开也是无雅气。好，这段你敢来读一遍？关系食物着搁想一项，食物入喙内着认真保护油，落去腹肚才快消。对安尼就通知影，
喙齿是真着照顾，咱的人的喙齿真快就快烂，这拢是对袂晓照顾所致的。照看，毋捌洗喙的人是真侪，喙若无逐日洗，所食的物会掉伫起汗，喙齿对安尼就快烂。若安尼，喙内的味实在是无好，喙若啼开也是无牙气。好，继续吼，后一段。好，近来，大家渐渐有明白这项，逐早起洗面的时煞洗喙，洗喙的时大概是用起面，甲起粉。哦，起面就是牙刷叫做起面。哦，为什么会用面迄个字面？我嘛毋知啦，我自细汉就是讲起面，但是我从来毋知即个面是啥，咱就查看啊。起面，哦，无解水，嘛无迄个特别的什么解水。OK， 这就是面吼。面，嘿。所以迄个小刷子吼，拢叫做面，伫台语拢叫做面。面，好。面啊吼，起面就是。敢有白的？哦，好。我有啊，你看即个台字典的例句啊，所有的小毛刷拢叫做面。好，了解。面啊，叫做面啊。譬如讲起面，譬如讲画面，用来愈画是画面，愈喙齿是起面。好，了解。动词吼，会使做动词面画面衫。是。这就是一个面。好，了解。当然我无法度甲你解释为什么叫做面啊，自细汉就是讲即个物件叫做面啊。嘿，是。我看甘字典有即个字。有即个字，毋过险，敢若嘛是无介济解说。然后讲是器具的名。我看嘛。你讲器具的名，这有啊，嘿啊。就是迄个汉字甲台字典修的迄个汉字是共一个。汉字参考尔吼，主要是要知影讲即个做即个公用的即个物件。嘿啊，所以讲伊敢若讲是器具，啊无解说迄个器具。有啦。关系是台字典的解说较济。无，我意思就是讲，我要查即个字到底是毋是自古早以来就是安尼叫，还是讲即个字是外来的词？好。真明显是即个字是自古早以来伫汉字都有安尼用啊，就是女。嘿啊。面吼，女。面啊。所以即个是一个古早都有，古早都有诶。字。我毋是要查即个汉字，我对即个汉字无兴趣，我敢若想要知影即个词。我嘛毋是真重视汉字，我诶意思敢若是家己顶有即个字，台字顶嘛有伊个字，所以讲会使知影这两个字是共一个字安尼。对 ，OK。所以就是即个面啊吼，自古早就是安尼叫，就是即种小毛刷叫做面啊吼。我咱转来食。吼，起面吼。好，继续吼。好，起面加起粉。起面是得较爱，起粉是毋免得较嘿，敢若用较幼的盐就足液，盐有去毒气的力。搁再逐顿食饱
食饱后，就爱用水刷口。这个刷口，迄个刷，迄个动作，敢就是华语迄个刷，敢若毋是，也是无共。刷口。用水刷口。刷口。刷洗喙的意思呢？对。好，我来找。记一个。有这个需要。里顶有想这个词。听过。刷口。注意刷。无呢，无查到。刷口。若是找刷嗰一字，就无迄个洗的意思。无根本就无这字啊。刷口啊，系啊，我是用两个刷口 ，SOA 是 OA。我想到，SOA。耍。先耍，佚佗，耍，无迄个耍意思，无迄个接起来的意思。看卖啊。我监字典才无去，去遮监字典。毋是，若是找迄个刷口两个词斗阵连起来找着，淡薄仔真侪迄个，比找代志真侪词典拢有想。就刷过一字，颠倒无。敢若只有刷口做伙的意思。刷。OK，阮自细汉，阮安怎讲漱口？阮讲落喙。落喙。嘿。落是倒一个落 ？OK， 咱来查者。落。阮调应该是落啦，哈。落啊！哇，无这字啊！我看有人安尼讲。无人安尼讲。来找看卖落。有 OK， 背声。OK， 落。落有迄个灌压的意思，用喙去灌压，叫做落。但是我看卖这只，监字找代语，监字典内底有这字落，我看卖。Embry 1973 Embry 大英词典有收这个 rinse the mouth。落 LOK 是。落。就是阮拢用这字，阮拢用落喙，来讲这个，伊讲什么刷口，是。注意。来看卖。这字到底是要用对伫？我看嘛，伫监字典内底看开，就是这个灌压土地水。然后这字可能较有关系尔，但是 OK， 不要紧，问题就是阮就是安尼讲，阮讲落喙阮无讲刷口。好，落喙，我记一个。落喙。好，敢要继续？好。我记好。爱用水刷口，将调伫喙齿遐的物洗互伊离，才好。
即项的确着实行，要互喙齿用，即项是真有功效。要困的时，若是有搁刷一摆喙，是要较顶针。即个顶针敢是重要的意思？毋是顶针意思一直拢是讲做仔细，做就是最较好了解。最较顶针啊，讲顶针就是最较少领针，敢是领针啦，足野嘿。好，了解。好，做甲顶针。顶针吼，真捌正确，真用心，真周到，真规矩，真严谨，做代志真认真吼，拢是有即个意思吼，就是做甲足够功夫的。好，是够功夫。足够野啦，够功夫是可能是华语讲法吼，做甲足够野安尼。好。好，继续吼。若是讲老人有喙齿，是会保死子孙，保死子孙，这是一种的迷信。原来有这款的讲法，是真不经人情的话。好，了解。我家己是头一摆听这个讲法的。你正经人讲，唔捌听人讲。好，这段你敢若来？一般吼，莫讲较早，就算进门时吼，因为大家喙齿迄个做个清洁做了无够顶真啦吼，啊所以吼差不多像我50岁啊，50几岁，都有人喙齿都歹甲足严重的，啊，就算讲有足照顾的人吼，伊若无要安怎讲？伊若迄个出现迄个牙周病吼，伊个喙齿花就愈来愈揪嘛，会愈来愈揪去，啊，就喙齿就变成你喙齿就袂调，就会落去。是。就算你足注意喙齿的迄个清洁啦，但是伊若有牙周病了吼，你喙齿花就渐渐会规个会揪去安尼。嘿。啊，所以喙齿就落去，所以你当然你若喙齿照讲啦，有清气，其实是袂有牙周病啊。一般拢是真正做啊无好，才牙周病会出现吼。啊，就会喙齿花会揪去，就喙齿落啊。好，这就算即嘛吼，即嘛足侪年岁较大的人喙齿拢落了。是。7、8十了，喙齿拢无去啊，拢来倒加喙齿。是。啊，这是一般少年时无照顾好。啊，这一般情形就是老好啊，就是无喙齿。啊！你若喙齿顾甲足好诶，喙齿拢调诶，迄个足罕你看着嘛，因为一般人拢落了，啊，迄种食老喙齿佫调，佫好，佫足勇健啊，迄种诶吼，足罕你看。啊，毋知讲安尼讲啊，你这食老佫喙齿佫调，就是意思，啊，这保死子孙。还是讲甲真嘿啊？对啊，这袂信啊，这当然是无关系哈。后来我这我甲读一遍哈。好。近来大家渐渐有用别一项，逐早起洗面的时刷洗喙。其实我这只 dentist 甲讲，我去过医生，叫我讲照3顿拢爱撸喙齿。是啊，我听的讲法嘛是安尼，凡是有食物件拢爱清，拢爱撸清气安尼。啊，用迄个啊，叫我用喙齿线去。对，齿线对，是，用齿线清。喙齿佫无够，用喙齿线去甲抠。是。
真正烤了就清气。我即嘛我嘛是养成这个习惯，我只要食物件用喙齿线烤，安尼就较袂，真正喙较袂有迄味，即嘛是真正是好。知影即项代志就已经50几岁啊，喙齿已经係啊，要袂低啊，也是真好。OK， 洗喙的時，大概是用起敏甲起粉，起敏是的確愛，起粉是毋免的確。簡單用較油的鹽就足熱，鹽有去毒氣的力。閣再逐頓食飽，食飽後就愛用水刷口。當然照我的齒科醫生講是這無夠，絕對愛攏起才愛用齒刷。用迄個齒刷夠，嘿，我嘛是感覺。OK， 所以你繼續保持你以後你的保持子孫吼。是，你嘛是。反正我家己應該是無子孫啊，你你才有子孫。我即嘛我嘛是甲我，譬如講甲阮小弟仔先講，你喙齒顧好，會當食較老安尼。因為你喙齒好，你就當食足儕物件嘛。係啊，較健康。較健康。啊，你若喙齒歹，你足儕物件袂當食，像我較早阮爸迄種，這袂食，迄袂食，因傷甜的物件就補無下來，無法度補。是，嘿，這就較是安尼。係啊，安尼你人就會變成，其實人你若逐項無方便，你就愈來愈感覺家己老。啊，你若逐項攏方便，目睭金、耳孔聽會清，物件補的都，啊，會放、會食、會啉吼，你就袂感覺你老，你就當加活幾啊年安尼，食到八九十歲、100歲攏是無問題安尼吼。係啊，安尼嘛是真好。係啊，所以你繼續保持吼。是。還是拄則講你保持子孫是歹聽話吼，絕對毋是。我知影。食個老空間安尼吼。好，鹽有去毒氣的力，閣再逐頓食飽後就愛用水刷口，將掉佇喙齒遐的物洗互伊味才好。忽然間後壁佫加一個才好。這項的確着實行。要互喙齒用，這項是真有功效。要困的時，若是有個刷一擺，是刷一擺喙，是咬較頂真。若是講老人有喙齒是會保持子孫，這是一種的迷信，是真不近人情的話。好，繼續吼，後一段。好，咱的食物的煮法，甲在現時全世界別人拼，實在是袂輸人。了解。總是我看比拼，按咁就比拼的迄個拼。好，總是我看好食是好食，毋知會較無衛生。好食啦吼，好食哦，是好食，好食是好食，毋知會較無衛生啊袂。好，我想驚了會較惡消化，較惡消化，因為咱用油傷過濟，閣在米常常煮了傷過頭，滴到惡得消。親像滷卵，哇，滷卵確實真好食，毋過是真袂消，真正會有
有这项代志吼，老卵我唔知咧，老卵会被消化哟。我唔我唔知我咧，唔知影有这个代志。应该呵呵，继续应该无差继续吧？看。你嘿啊嘿，老卵，我嘛是感觉老卵若是卤会好，就嫩嫩的真好食。老卵就含敢若茶叶蛋有相嘿啊嘿，款啊，就是迄个卤是煮足久用安尼卤的。尔。嘿啊，就是有迄个我唔知，香味。呵呵，而且我唔知，我嘛毋知，我嘛毋知。先继续。好，咱将来食饭也是真毋着法度。咱拢是，但是食啥物？但是食好诶，迄个好诶是啥物意思？好，食唔知。好诶。我来查一个好。哦，食好诶。迄个意思看起来拢无符合。好，食好诶。咱继续读落看有解释。过还看后壁敢有讲好，食好诶，简单摕遐诶米泡起来食。米泡好，起来米食，起来食好，摕遐诶米泡起来食。米脆拢伫暗内。好，所以迄个米泡甲米脆。好，继续看，拢伫暗内将遐个滋养的暗才摕起饲猪上衫上衫饲猪上衫。好，实在真毋对。所以讲，迄个米泡甲米脆，敢是就是米的迄个面孔，也是啥物的迄个？阮较早种田的吼，阮嘿种嘿，稻啊，我都从来毋捌听过呵呵，嘿，米泡。嘿，我捌听过粗糠，还是迄个对粗糠有听过。嘿，你讲米泡OK，我知影阮较早拢读做音无啥共啦，所以我一时毋知。阮敢若是拢读做米泡啦，所以我啥毋知影伊迄咧个米米泡甲脆讲代志我脆我所知影脆度米泡就是米麸，你知影？就是米的有外嘿口迄层黄色的叫做米泡。是好米脆我就毋捌听过，咱就知嘿好米泡。米泡嘛毋是迄个长的音 PHOU 是迄个麸的意思。米麸泡米泡查无？米泡差无。米泡敢有嘛无？对啊，泡敢若泡咧，敢若泡有敢若泡就有啦吼。泡就有哦。好，敢若泡你就会看到迄个麸，我拄则讲，是，嘿，我袂记，我拄则安怎讲华语安怎讲米麸吗？还是啥我都袂记。OK， 我记得是阮讲米泡吼。米泡麦泡，我有上地泡。常听就是麦泡，结果其实是米泡啦吼。我哪会讲较早哪会讲麦泡咧？奇怪。嘿，讲粗糠米泡，米泡好。粗糠是壳，谷子嘿的外壳叫做粗糠。是啊，较早我拢讲米泡啦，毋是讲米泡，讲米泡。米泡其实是米仔啊，毋是米的吼。拢是其实是应该是无五用错误的用法啦吼，应该是甲米泡摕来做米泡你叫安尼吼。嘿是但是迄个泡哩，阮较早是安尼叫，对吼。嘿是叫泡。
嘿，啊破呢？破敢有破这字咧？PHOH，敢若嘛嘛是有咧，有啦，嘿，嘛是有，但是是破啦。歹势，我发音唔对个，破 PHOH 是破，哦是，嘿，好，伊这才是甘蔗破、地破、药破，地破，或是嘿，渣字吼，是嘿，这才是嘿破吼。啊，是伊这才是写破哟，伊这才是写米破。米破，嘿啊，所以敢若讲摕遐米泡起来食，吼，歹势，伊即只毋是讲迄个米泡吼，伊毋是讲迄个黄色的部分，伊是讲咱，伊是讲即个一般人食米的即个方法是毋对，是敢若要食好食的部分，迄个白色的嘿部分，是白色的部分，嘿，但是伊讲叫做米泡，嘿啊，敢若无听过即个讲法吼，对啊。啊，米脆呢？我本来想讲米脆，就是你讲迄个米心。嘿啊，嘿啊，我嘛是安尼感觉，但是米脆，伊敢讲拢是讲颠倒，嘿，伫暗内。安来，迄个安又是啥物？暗就是嗯，稀饭的汁汤汁叫做暗。那个就是梅安尼，敢是梅，梅就是暗梅，暗，但是嘿，梅应该咧讲嘿，暗梅啊，讲意思就是讲稀饭。啊，为什么用嘿，迄个暗字？暗就是迄个汤汁，迄个汤汁，哦，就是像个米部分汤安尼，好，汤汁部分才叫做暗哦，吼，毋是讲迄个整碗粥，毋是叫做暗哦，吼。哦，了整解，碗粥爱叫做糜，还是糜啦？阮讲糜吼。整好，碗粥爱叫做糜。嗯，有人讲暗糜啊，暗糜啊，袂要紧，你安尼叫，就是意思讲，这糜是有汤的嘛。是，你安尼讲，暗糜啊，其实是，就是你讲迄个粥。啊，但是嗯，你若加一个暗字，其实就是迄个汤汁的部分。哦，所以好好好，你若查即个暗字吼，你就当看到迄个台里顶的解说，就是浓汤。好，了解，薄还是暗梅？我以为咱用暗梅来代替，就嘿，用是暗字来代替暗梅的哈。是是是啊，但是你看第一解说就是浓汤哈。是，啊，三上暗，就是用迄个暗去上衫哈，三上暗。是，啊，过来咱转来遮看，讲米脆，咱看查会着的吼。米泡是奇怪，哪有可能去食米泡呢？若讲米嘿啊，泡。嗯，米泡就是米泡，那较输啦，吼，较输讲米泡就是米泡，一般是袂讲敢若食米泡，甲米心倒掉，无可能啊。米脆，我们安尼讲，米脆，无米脆，米脆，因这腔口个有差，嘛无。嘿，是，米 OK，脆，咱先来查这个脆是啥物意思哈？歹势，我一直拢拍毋着去减一个 H， 无怪。嘿，有啊，我拍着啊。无就是口口差，我看嘛，册。有啊，册就有啊，阮叫做册啦，其实阮拢念册。好，嘿，但是即只毋是即个册。应该是敢若是迄个水的迄个意思嘿，点，对，是就是即个嗯，册吼，还是即个册吼，嘿，骨册吼。脆，头不脆，壳脆，头壳册，头壳册吼，骨啊，册。较脆，啊，米的册，所以米的册就是米的内底嘛。咱讲的册就是拢讲伫迄个内底，骨内的册嘛，就是骨头内底。所以我是感觉可能是写毋对，还是印毋对去啦，颠倒讲啊啦。听颠倒讲，嘿，敢若要食米册嘛，敢若要摕遐个米册起来食，啊米泡拢伫暗内。但是咱食的是米泡嘛，袂伫暗内啊。将遐个滋养的暗，则摕去饲猪，是无毋对啊。但是米册伫暗内，这我就无法度理解吼。
我嘛无法度理解。看迄个主用是啥？嘿，饲伫上山实在是真毋对。OK， 就是即嘛，咱嘛较早无简单啦，伊较早就有迄个观念嘛，吼，讲毋通干那要食白色的米啦，吼，爱含迄个米泡，应该做一个食吼。较使讲咱想讲伊写毋对啦，吼，应该是伊讲的是安尼。即个无简单啊！即我记得印象中，即个观念其实足晚期才出现啊。二次大战的时阵，二次大战的时阵，日本边个足侪人因为干那食白米食出问题嘛，迄个有啥夜盲症的款。哦，好。你若无迄个欠迄个米泡内底迄个营养，干那夜盲症的款。我会记得我有看过迄个故事，是毋知是可能毋是二次大战啦，可能是日俄战争的时阵啦。就是因为一个将军。OK， 我看的故事是安尼吼。日本迄当阵就算明治维新以后新的军事化训练的兵吼，其实因的态度算袂歹吼。所以足侪善城人拢去做兵，去参加陆军或者是海军。因去陆军、海军的时阵，算地位就较无共啊，吼。就是较好个，就是想要食白米。是。因爱食白米，食到哇，你看足水的，那珍珠安尼一粒一粒安尼白米安尼。所以因认为这是算地位悬的人伫食的物件。是。因去做兵，当然日子较好个，身份地位较好啊。认为讲我应该食白米。所以包括迄个将官，伊嘛是认为讲，我哪有可能个后边去食迄种黄米，就是那糙米所以就反对这个政策。迄当阵迄个有人发现讲，迄个营养的问题，就是因为食白米欠迄个营养所以提出讲应该建议讲爱互袂使干那食白米啊。一寡将官毋相信，其中主要将官，而且迄名佫足有名，我都袂记，拢袂记到尾嘛是，伊嘛是发觉真正伊毋对，因为足严重啊！只要食迄个糙米都无迄个病啊。OK， 好，感谢你这故事啊。来，歹势你继续读。就是真现在的迄个营养的观念。对，咱即嘛才知嘛，伊迄当阵就知影，1926年、25年就知影。系啊，对啦，所以毋是我记得，毋是二次大战，是迄个日俄战争迄当中，伊就知影日本人伊就知影即个代志，所以伊应该是伊也就知。是，好，继续吼，加你出好后一句，咱台湾轨迹是，台湾轨迹出真济，应该是真济啦，应该想唔对去。所以讲应该是第一声变第7条，好，我记起来，出真济，好像我就这就看真济，听起来就怪怪。这台步比迄个基督教历史较少侪啊。是嘛是安尼。是一波摆啊才出现尔，哇！迄个基督教的历史实在是太多。是，好，继续吼，出真济，大家毋知是为着什么应单，拢真罕伫食，这也是真可惜。果子若有含真济的猪养分伫咧，食了猪养分啦，猪养分，好，猪养分伫咧，食了，伫地，好，伫地，食了也不止会帮助
把烘米消化。安尼了解。好，这段长长的，你敢要来读一遍？你知影我自细汉吼，一直到读大学之前吼，我的观念就是食果子是免钱的。哦，这么好。因为我住庄骹嘛吼，所以哦，嘿，阮庄骹迄芭乐，阮叫做手法，手法就是野生。哦是，阮嘿，用一个词吼，叫做手嘿，法。叫手法。好，嘿，按手法。要安怎写？这个来来来，手法，来嘿，学这个词吼，叫手法的手法来讲，而且芭乐手法。把它手法，手法是手法所发啦吼，手法 HOAT，毋知有这个词无？我毋知吼，词典有无？有啦，你看有，真正就是我讲的迄个意思吼。是。我讲这芭乐手法的，不手法，管什么啦哈，不管什么歌技啦哈，你若讲手法，拢是手法，你拢就是手法的果子。毋是人专工去种的，是伊本身就伫野生安尼就对。嘿嘿，手法的有研究吼，所以我拄则讲，我伫咧高中读大学进前吼，应该是讲高中啦，迄当阵，我高中的时阵，我看阮同窗去买果子来，结果我才知影讲果子足贵的，知影？嘿啊，爱钱的，足贵的。爱钱，而且足贵啊！我想，我进前我的观念就是要食果子是免开钱啊，果子是免费的，免开钱的，因为阮要食芭乐，拢有手法的芭乐。阮厝我较早，你若捌看过阮厝的相片啊，厝四舍拢金蕉，迄家己种的金蕉家己种的。哦，好好。所以食金蕉毋免钱，食芭乐毋免钱。安尼拢是阮的厝有时家己会种一寡迄个叫做啥物香瓜。哦，好好。是，我讲是，反正就是足侪果子，阮食番茄、塔马豆，阮其实拢是人可能，比如讲伊有人塔马豆园，还是番茄园，因采收了后，你田内底无可能拢万甲一粒都无剩啦吼。伊其实有剩足侪，拢一无爱滴的就对啦，拍伊无爱慢落，迄就是可能歹的无好的啦吼。就是次级品的对啦吼，当 grade 迄种物件无慢，搁伫田内底，但是伊个无爱滴啊，所以伊就你要滴你家己去慢啊，所以阮就得去慢，番茄是免钱的吼。你若看迄田已经都采收过啊，可能也要等要规个要芳就是要甲，就是要甲芳咧做肥料吼。是，嘿。进前阮就伊互阮慢，阮就家己去慢来食安尼。所以阮较食果子免钱。我另外一个就是讲，尤其我来美国了，我才发觉台湾果子真正足侪吼。较早伫遐无感觉，伫台湾无感觉，来遮才发觉哦，台湾果子种类足侪，足侪种啊，数据可能会当食着，佫拢无共安尼。所以美国拢共款。哎呀，都拢共款所以真正。就是伊遮讲的奇怪，明明台湾果子足侪，为啥大家无啥食？其实有啦，阮自细汉就食，像阮食芭乐对阮来讲，就是想要食就食，想要慢就随时去慢就通食吼。所以维他命 C 对阮来讲是从来无咧欠缺的吼。是。个金蕉啥即种个有啥物灵应啦吼，阮有时有灵应奶豉即种物件，但是较无遐济啦。我后来去南部，我去做兵的时阵，伫斗六的时阵。食酸仔是免钱的。哦，酸仔真好。对啊，迄酸仔树是规营区内底全酸仔树啊，落甲迄个热天，等你发伫恁结实啊，甲要落落来吼，食落来落个迄个厝顶吼，厝尾顶那敢若你弹雷上看那叮叮咚咚叫安尼。所以食酸仔免钱，较早阿兵哥就拢甲酸仔落来，就捡起来啊，做酸仔青安尼，就是腌用。有呀，哎呀，足好食呢，系啊。对啊。OK 好，这想到这甲你讲起，互你一个感觉。就是我真正食米毋知伊贵，我一直毋知影讲果子是爱开钱买，而且是足贵。好，来我来个读一遍吼。我这段才长吼。咱的食米，我看时间9:20分够。咱的食米煮法甲在现时全世界别人评，实在是袂输人，袂输人吼。伊个飘这个音，对咱平常时安尼讲袂输人吼。总是我看
好食是好食，毋知会较无卫生啊无，啊袂，我想惊了会较好消化，因为伊讲伊无确定是毋是会较无卫生，但是伊确定讲是较好消化吼，咱即种煮法，因为咱用油伤过济，搁再常常煮了伤过头，致到恶直销。亲像卤卵，快点，亲像卤卵确实真好食，毋过是真袂消。咱将来食饭也是真毋着法度，咱拢是食糊诶。简单摕遐个米泡起来食，米脆拢伫暗内，将遐个滋养诶暗，将遐个滋养诶暗，则摕去饲猪、上衫，实在是真毋对。也咱台湾果子出真济，大家毋知是为着什么因端，拢真罕伫食。这也是真可惜。果子毋若有含真济诶滋养分伫底，食了也不止会帮助别项物消化。OK， 好，继续哦，下一段。好，我来继续。自己会通讲，自己是啥物？好，自己会通讲，也是一种诶衫裤。好，是规家族诶人公家伫咧穿诶，也是毋知影自己是啥物。我嘛讲无，自己咱查者吼，查者这个词到底是啥？居啊，好，安尼了解啊，自己啊，是啥物字？自己。住诶所在啊，自己。自己哦，叫做自己哦。敢若嘛有腔口讲是自居，嘿，原来是即个好。但是为什么我伫第二点无？伊第二点收诶腔口是有自居嘿，通讲是一种诶衫裤，好，即个就是譬论啦，好，规家族诶人公家伫咧穿诶，好，安尼了解。我拍大声，我怪糟。继续好。好，所以伫顶站论以上诶所在所讲诶话，伫遮会用得搁讲，以上是要做准则官落诶路用，自己也是安尼。以上是要赞人诶美观，互人好看，自己也是有一项。这敢爱讲一项诶路用。应该是一项我咧想。路用，搁再以上是人对人诶礼数来讲，的确着爱会咪，自己嘛是当即样，敢若即嘛是爱讲即样才对吼，也是无一定哦，当一样啊，当一样嘛，会使啦。是当一样共款的意思吼。当一样就是同一样。
嘿，当一样。啊，即样就同这样，当然是嘛是会使。嘿，是当一样。衣裳是敢若有三款，一三款的路用，总是自己毋若是安尼，也要封闭封闭贼仔的偷摕。了解。咱的厝坐坐爱去向西，向西是啥物？爱去向向西，西一般是这实在是应该是想向南才对啊，我毋知影讲向西，是啥物？向西啦吼。是哦。为什么要向西嘞？无啊，我就想讲，那向西应该是向南才对啊。嘿啊，啊，可记看来，咱的厝坐坐爱去向西，这实在是伤别乱，伤别乱啊！安尼了解，伤别乱，不知毋好，不过也着看所在，却未用得一概论啊！安尼就了解啊。迄个别乱，我查一下。你若伊个未用伫，还是用伫吼，刻伫个一句话上落尾时阵，当然是免变调，迄个直免变调。但是你若刻伫个即个词的中间，一般是拢用得，因为你要甲后壁变调，是一定要变调，所以你才有法度甲后壁迄个做一个连过来。因为用第三物件的时阵，你爱后壁迄个受词爱甲收，佮爱甲连过来吼。了解。用得一概，未用得一概论安尼吼。未用得一概论，好。因为你若伫遮读做用得，啊，就转去啊嘛。嘿，是。就那敢若爱连起来，爱变调，好。就敢若甲即个放伫个句的尾流相款，但是伊毋是，伊即嘛是刻伫中。嘿，是爱变调，嘿。好啊，好来，我来读一遍。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自己会通讲，也是一种的衫裤，是规家族的人公家伫咧穿的，所以伫顶站论衣裳的所在所讲的话，伫遮会用得搁讲，会用得搁讲，莫用得，用得搁讲。衣裳是要做准则寒热的路用，自己也是安尼。衣裳是要赞人的美观，互人好看，自己也是有即项的路用。搁再，衣裳是人对人的礼数来讲，的确着爱的物，自己嘛是同一样。衣裳是简单有即三款的路用，总是自己毋若是安尼，也要防备贼仔的偷摕。咱的厝坐坐爱去向西，这实在是伤逼热，不知毋好。不过也着看所在，却未用得一概论，未用得一概论吼，安尼读。用得一概论，嘿嘛，安尼讲嘛是嘿有理。我讲厝向西，我认为是无可能啊。一般咱伫台湾吼，当然我庄脚啦，我毋知伫倒市。我伫庄脚所有较早即嘛无啊。较早所看到的厝拢是坐北向南，对，我少罕咧看到向，我毋捌看过向西啦，伊安尼讲。我伫庄脚大时阵，当然即嘛已经较无法度安尼啊，即嘛连庄脚厝都无法度安尼去啊。因为咧去看路嘛，是。即马拢看路是啥物向，啊，你着去路即项安尼，一般是安尼去啦。啊，但是吼，你厝去向西其实就歹。我较早我自细汉我就知，因为
西边迄边拢会，阮叫做西照日，自细汉就知影西照日，是，自细汉阮母也哇，这西照日拍咧就热人挡袂掉哈。啊，所以你厝向西，西照日一拍咧，人绝对挡袂掉。系啊，感觉是无可能。嘿，好，咱9:31分，咱来读另外一本吼。好。我去摕一个咖啡吼。都袂要紧的，我完了这个。转来。好。